以色列展开行动破坏伊朗军事战斗力，领袖哈米尼已经予公示，这场战争会继续4礼拜。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台股大震动破超过800点，后来才阁慢慢Q转来，台积电早盘上价1940块。台南咸水蜂仔炮明仔载开始要连续放2天，今年有3座主要的炮城，市长黄伟哲参加启炮仪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2中岛新闻，我是麦尚莹。大省要来关心的，就是即马这中东的局势呢，已经变作是全面战争的状态。这美国甲以色列是来展开军事行动，川普是宣布，因是用稳型的战机来破坏伊朗的海军、空军的战斗力，而且伊来证实，这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予因崩死，目前拢总是有48个领导高层死亡，预计这场战争前后会有4礼拜的时间。美军伫咧过去36点钟内发动上强、上复杂、上精准的攻势。根据五角大厦影片，美军出动足侪只 B-2稳型轰炸机，对伊朗的弹道飞弹基地还有防空系统进行全面轰炸。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媒体佮指出，美军伫咧短短几分钟，就甲9只伊朗的军舰降予沉海底。伊朗的海军总部马上破坏，虽讲战果真好，不过美方嘛证实已经有3个美军伫咧行动当中牺牲。川普讲，伫咧达成所有战略目标进前，可能有更较侪美国人流血。We have hit hundreds of targets in Iran, including Revolutionary Guard facilities, Iranian air defense systems. Just now, was announced that we knocked out 9 ships plus their naval building, all in a matter of literally minutes. 这波空袭的核心目标是针对伊朗的高层指挥体系。川普证实已经甲统治伊朗马40档相关的领袖哈米尼枪杀，批评伊规双手拢是美国人的血。为清的相片显示，伫咧德黑兰的革命卫队总部，还有足侪情报指挥中心已经变作是臭菜荒。包括国防部长还有武装部队参谋长在内，48个军政领导人嘛传出伫咧这摆行动无名，互德黑兰高层失去核心，军方甚至佮传出大规模投降的意愿。Last night, all over Iran, the voices of the Iranian people could be heard cheering and celebrating in the streets when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The entire military command is gone as well, and many of them want to surrender into saving their lives.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亚里克表示，伊对激烈的军事行动感觉真不安，呼吁各方应该回去外交的步数。川表示，虽讲目前战事是真美，不过美方并不是无要沟通。伊讲消除核武，还有飞弹威胁的行动，会搁拖4礼拜左右，而且公开化约，要求伊朗的民众把这摆唯一的机会，甲独裁政府推翻。同时，爱村的武装人员唔通搁坚持落去，若无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目前中东足侪所在拢已经提升安全戒备，后边嘛警告，长期战争可能会有无法度预测的后果。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这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死亡，这伊朗的政府呢是来宣布讲全国要来哀悼40天，而且会歇7天的假。即马伊朗首都德黑兰有民众就街仔头来庆祝，另外伫咧海外呢，这洛杉矶甲伦敦这个大城市，嘛有伊朗的民众是欢喜讲，总算是解放啊！伊朗官方媒体宣布最高领袖哈米尼死讯了后，民众上街拢为这伊朗史上掌权上快领袖哀悼。民众举国旗甲哈米尼相片伫音乐声中登行抗地哀。伊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40天的哀悼期，各放7天假。عزیزترین کسمون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بزرگمون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آقامون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不过，伫全球各地伊朗的民众为哈米尼过身欢喜，包含洛杉矶甲伦敦在内多市。We've been up the whole night following the news. It's just a liberation. We don't look at it as an attack. It's just like World War II when they liberated the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we are happy that the people of Iran are finally being liberated. 哈米尼伫1989年接替第一任最高领袖何梅尼，伫36年执政岁月内底，伊有军事、司法甲宗教最后决定权。经过冷战结束、波湾战争、阿拉伯之春甲这几年真侪摆国内大规模抗争，当时经过6任美国总统，面对核计划甲国内抗争活动，哈米尼拢选择无替软强的态度回应。
叶桂新也向定伊朗政府甲宗教的强人统治正式行入历史。国际社会对美伊对伊朗联合军事行动的态度方面，加拿大甲澳洲表示支持。英国、法国甲德国发表联合声明，表达无参加这行动，呼吁双方等谈判桌来参详。另外，流亡的伊朗上伟大王储巴勒维是透过幕僚发表对伊朗政局的看法。If the regime can no longer hold on to power by brute force, if it can no longer repress the Iranian people, if its command and control structure all the way up to Ali Khamenei is decimated, then th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take affai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topple this regime. 伊朗提出正式哈梅尼过身了后，也马上照宪法，由行政总统甲司法总监等人成立委员会代理治国，然后由新执政员组成的专家会议选出新的最高领导人。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当来关心这台湾台南的咸水蜂仔炮呢，明仔载就要开始，是要连续来蹦2天。逐当这咸水的蜂仔炮拢声真侪世界各地游客来到这体验。今年是有3座主要的炮城，其中黄伟德是来参加起炮仪式。咱来新桥呢嘛启程要来了解，今年咸水元宵活动已经正式起过。台南咸水目标标定一罐长长的炮啊，吊3-4站楼悬，由于风人员甲台南市长黄伟哲斗阵起炮，把代表活动正式起过。虽然是历史啊，不过现场嘛是真侪民众，全副武装，配备齐全，拢提早来感受礼炮刺激。安全帽啊，然后这种厚的这种外套，然后牛仔裤。你那个经历几年了？今年从在妈妈肚子里。怎么说？送哎呀，几年了？你在这边？哦，我每年都来啊。这个今年这样第一门，感觉威力不错，威力不错，是很厉害，很强。今日10月14、15这2天，台南咸水蜂炮登场，上大重点是元宵美东港。今日标榜是3座主炮城，那家家户户加起来拢总200多座。这阵新桥准备好势，开始要射景，但新桥队伍一到，沿路徛街就沿路放炮。因为今年隔壁也有家己的台湾灯会，府城在地嘛有决定港灯节，市府嘛预估人潮会比往年更加多。咱3座主炮城。有较无同的是讲结合新的科技，炮城顶悬有 LED 的造型，所以今年就有看头。盐水蜂炮的历史渊源，大家知道就是要去除瘟疫。那近年来有一些疾病传染病，但是我们希望在关圣帝君的护佑下，能够保佑地方平安，民众都健康平安。当然想要安全感受到蜂炮的魅力，安全装备绝对袂当减。乡亲一定要包好势，以免受伤。但起来位置，大家嘛爱斟酌，民众唔通动炮，离炮城爱上无5公尺远，安全上重要。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咱来看这台南古都的长途马拉松呢，已经办20天的时间啊。今年是有超过2万人来报名。那这龙里门圣母庙呢，伫拜六的时阵嘛有放烟火，也毋过这放烟火现场交通是安尼乱糟糟，有人是徛伫这牌楼顶悬，去互警察甲赶落来。红色轿车停伫真位富华出入口，造成后壁车全部塌掉咧。台南龙里门圣母庙拜六暗时放高空烟火，吸引真侪民众来看。不过，却出现部分无公德心的民众乱停车，有人将这轿车停到停车格头前，挡掉出入口；也有人将机车停到这分隔岛。10多人伫村沟内底大声喊救人，画面互翕落来。原来伊是想要去田内翕这烟火，却是无小心落落去，刚才经过民众紧甲斗救起来。也过毋那4、5位路段，圣母庙内出现乱象，不少民众为着看烟火，徛伫牌坊顶面，互标示人员甲警察赶落来。马棒声一个单，参赛选手拢冲出来，2礼拜连假活动袂少。台南除了烟火表演，高度国际半程马拉松也伫初头早举行，吸引国内外总共有25000多人参加。我们也准备最好的台南的迎宾礼，是最棒的5星级必比登米其林的这个加油补给站。我同学去年第1名来了，今年换我。规盆拢是零虾，规道拢是有名的红金米糕。候选手挡袂调，停落来食看卖。高都马拉松进入20周年，赛道经过孔庙、南美馆这古迹的景点。台南市府讲会继续来增进这比赛品质，互台南城做兼具历史文化底气，也有健康活力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
伫高雄的美浓呢，有民众是捡到一只狗仔囝，通报农业局送来到寿山动物园。这动物园是表示讲，这只狗仔囝呢，才拄满几尔，伊的健康状况是袂歹。这也是动物园头一届收到这尔细汉的狗仔囝，因会接手来甲照顾，等到伊会当适应高龄的生活，才甲放得去。红红的电火照伫一卡人啊，内面大的是民众2月底伫高雄美浓撞到洪老高鸟的台湾狗仔囝。民众因为等无交保转来，惊狗仔囝会出意外，是通报农业局送来去寿山动物园。动物园表示，这只狗仔囝是公的，敢若一个大人的手无大，因为看见才拄长财，研判大概出世1个月尔。目前健康状况拢袂歹，后续园方会照顾其到一个坎站，才可以登去野外。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样子的小猴子我们会把它照养到大。一个年龄到一定的年龄，然后会跟那个差不多同年龄层，差不多2岁或3岁，或者是1岁，至少1岁以上的那个年龄层的小猴子，让他们能够并群，然后让他们能够可以社会化。动物园表示，这嘛是因头摆收到这细只的狗仔囝，因为伊老狗鸟的状况，甲最近日本正穿的迄只胖翅差不多。园方也用心计较，专工传2只红仔来陪伴伊。动物团体表示，每年的4月到6月是台湾狗生团的季节，一般来讲，这细只的狗仔囝拢会有狗母带条条，可能是狗母高龄有出状况，才会互狗仔囝老狗鸟。通常很少会遇到落单的小婴猴自己在那边，尤其是刚出生的，那可能是母猴遇到一些情况，或者是它不小心掉落。像遇到这个的话，建议民众不要去自行捡食，因为呢，猴群呢或者是猴妈妈同母系的同伴呢，会接手去照顾这个小婴猴。农业局表示，狗仔囝随梦食古水，不过民众若捡到，都爱通报相关单位去处理，千万唔通想要留起来家己吃。若是风发现，会按照野生动物保育法上管罚30万。记者郭家祖、邱兆勇、高雄采访报道。知法又搁犯法来看，这做警察要挟假酒塞车。伫咧花莲凤林分局的警察队有一个30多岁姓王的警察组，伫咧上班时间呢是出门去啉烧酒，下班塞车返厝的时阵，伫咧台九线去弄到一台车，包括着咧警察组在内，拢总是3个人受伤，加在无性命的危险。即马顶司是决定甲这个警察组记一支代过，而且甲调职。后边车驶真紧，汹汹落泪。将近50多岁翁某身心脑震荡，太太骹手挫伤，送去治疗无要紧，不过警方发现肇事人也是警察，而且只有后塞车。有跟我说对不起，可是他靠近我的时候，我就闻到浓烈的酒味，酒驾上路。其实我的个人觉得，根本跟谋杀是差不多的。30多岁姓王警察组入职花莲县凤林分局警察队，2月2日暗时7点多，才拄下班转去，伫台九线肇事，酒测达0.63超标，也被查出上班错外饮酒。依公共危险罪移送，行政责任部分已经将该员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地区。同一天的新北市土城有50多岁驾驶弄着病，赶紧打档啊！警方向前以加速逃走，却是弄着技术，搁自动后手受伤，酒测带验出高达1.02。没了哦，脚下来了。中华姚告诉有人对伫伊后边，伊就塞车到派出所，结果发现对车10个人意外被查到酒后塞车。完全不认识，可是他是跟警方说，他以为他是我朋友这样，当下我就怀疑他是酒驾，因为他开车是 S 型的。酒后塞车有够多，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认为，当事人爱有自觉，并且监督也真重要。不过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建议免职党罚。我们认为记大过跟降职的处分没有办法对警方有警惕的作用，应该直接予以免职，才足以遏止不孝的员警酒驾，并且也汰除素质不好的员警。照6年分析，目前社国内酒后塞车去风气乱象，到即马无解决，一家做即马无定时炸弹冲击道安。记者综合报道。好，提醒大家，这塞车一定要爱遵守规定。另外来看，这台南林德的第一线落南的路段呢，是有民众看到一台货车在骨内底碰撞，也毋过煞无白护鞍，敢若一个查某人徛伫车道安尼欢咧尔，无偌久，这个碰撞就安尼飞去啊。警方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呢已经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也已经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另外也会该开罚。
查某人徛伫车道后壁，想要付床租，抑过无偌久，这床租一元被落来。有网友拜六下晡伫台南林德区第一线路南往台北六交流道附近的路段，看到汽车顶面床租落来，差点造成事故。叠那么高都已经超载了，还后面还一个人在那边更危险。然后那个，假如说今天砸到那个路人吼，那个人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东西吼应该是用绑的，不是用人力去用。除了砸下的路人用路人危险，在车上的人也很危险。相关物件落来代志不时发生，台南市长黄伟铁公务车进前8因为前车落一个大型的铁鸭仔，伫国道发生烧弄事故，要大卡车再更牛就国道其实无把好，落来撞到对向汽车，并且弄到一台轿车。警方提醒，在物件落来，会再依照道交条例来罚。后方车斗违规载人，且所载货物掉落，现已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威仁分局提醒，汽车装载货物应捆扎牢固。违反规定者，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若在物件落来罚，车道违规载人也会依照共罚3000到10000的这罚款。警方也提醒三车的人，装载货物一定要把把握好固定，若无万一落来造成事故，唔会罚，也有事故车祸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新竹县的竹北市呢，竟然传出随机攻击事件。这嫌犯是伫咧公园的停车场内底，随机来攻民众的这车窗。等到人甲这窗仔门拍开了后，这嫌犯就举一支 BB 枪出来甲射，了后就连面离开。这警方接到通报了后，有随抓到嫌犯。民众来公园运动散步，说不管是都要注意身躯边的状况，因为这传出随机伤人的事件。拜六暗，民众伫竹北市嘉丰5路停车场内，互嫌犯手提 BB 枪攻击。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拢感觉真恐怖。很恐怖啊！这里是公园，万一伤到别人怎么办？当然会危险啊！不过我们就不曾听到。尾仔嫌犯佫走去附近社区停车场，想要继续攻击别人。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出动，伫社区停车场内抓到嫌犯，伫嫌犯身躯顶插到3支枪，后续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初步了解，犯嫌先拍打车窗，待民众摇下车窗后，即朝车内射击，随后逃逸。经扩大周边搜寻时，又接获复兴5街某社区2台自小客遭射击，员警当场查获犯嫌，并查扣 BB 枪3把及子弹。全案移请新竹地检署侦办。进前才发生台北车站随机攻击事件，引起社会惊吓。警方呼吁民众若是伫外口拄到可疑人士，应该爱保持警戒，而且赶紧通报警方，确保自身安全，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就是元宵节啊！这气象署是提示讲，受到这锋面甲华南云雨的影响，明仔载全台湾各地呢，这天气拢无介稳定。北部、东北部呢是凉冷啊凉冷。若今仔日这金门甲马祖呢是受到这浓雾的影响，这班机拢无通飞，直等到晚到的时阵，金门的机场才总算恢复运作。目前这航甲局是协调由马祖载人客返来到基隆。白茫茫一片，连外口的路牌啊都看袂清楚。金门地区因为有大雾，所以自透早7点就把机场关起来，班机嘛暂停起降，旅客敢来当伫外口停候。第一次来，那有想好等一下该怎么做了吗？该怎么办？如果不行的话，就可能再多出一天。中午前我们受影响的人次大概接近2200人次，在中午之后来观察，再采取机动复航的一个作业。若是机场关起来，高雾影响，金门水头到厦门5通，还有金门水头到泉州石井船班，自7点40分就开始停航。实际来到台北松山机场，因为金马机场是要关起来，足侪旅客行程延误，也那候补已经被300人。本来是说可以挂行李的嘛，后来又暂时关闭，说不行，那叫我们在这边等。我看候补的就已经有300多名了，所以我可能也补不到了，就要取消了。气象署指出，车子开始因为锋面通过，暗时冷空气线接落南，强度可能会到第6冷气团等级。到初3元宵节这天，北部、东北部日时高温干那15度左右。另外，伴随华南喷雨区刷去东平，各地天气拢会无稳定。华南雨区的影响之下，加上东北季风，各地降雨几率都明显提高，各地都是有短暂雨的天气。
而在西半部地区，有些地方也可能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元宵节各地降雨的几率是真悬，气象署提醒，若要出去外口看花灯，就爱穿雨伞。也若拜四温度可能会较烧热一寡，拜五各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天气变化快速，民众就爱加注意挂。记者综合报道。这马祖的生态现象，那色目屎呢，这是真出名。那当的4月至6月是当地这观光的大季，也毋过因为这海边是有真侪粪扫甲废弃物，也有中国渔船的这个光来干扰，对马祖的观光甲生态其实是有真大影响的。所以海洋委员会呢是找地方做伙来开会，呼吁中国都爱斗阵来处理问题。斗阵遮的粪扫拢是马祖海上的废弃物。因为东北季风含海流的关系，这个粪扫含废弃物拢是对中国来的，造成马祖的观光受到真大的冲击。除了粪扫，中国渔船暗时的灯也对环境造成真大的影响。电工馆环境资源局表示，单年的海上废弃物拢要1600公吨这么多，希望中国和咱会当斗阵合作，来改善海上废弃物的问题。灯光的管制。那么在灯光管制是从晚上12点到第二天的这个6点，它一定都是不能这么大量的。可是反而在这个马祖的海上呢，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称为马祖的极光。海上的垃圾哪里来？都是陆地上去的啦，这个很多是人为的因素嘛，造成这个河川里面这个有这样，然后最后来到海上。那如果透过，当然净滩是一部分治标，没办法治本。那最重要就是将来希望能够减量。除了粪扫影响观光，海上废弃物的锅仔也破坏海洋生态。海洋委员会讲，透过座谈会，希望呼吁中国爱做好粪扫源头减量，安尼才是上直接的处理方式。大家共同来呼吁中国也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源头减量，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同样的透过源头减量的方式来减少这个垃圾对于我们生态以及对我们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污染。公民团体也提出4个建议，希望落实源头减量，呼吁咱的政府设烂早的设施，强化粪扫场的检测，和评估下区处理粪扫，甲中国协调，看是毋是会当将中国的粪扫运转去中国烧，因为运费比运到台湾本岛搁较俗。民间团体希望这个合作方案会当顺利推动。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最近呢，有袂少人是收到这云端发票得奖的批信，结果点入去了后呢，交出家己的信用卡号，这卡片转互人家偷入去。这相关的诈骗案伫过年当中呢，都有18个人受害，损失80万。上网收 email 信箱寄一封批，书名是悠游付会员中心，讲发票得奖爱你定级核对。我觉得蛮真的，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被诈骗过，然后所以就特别小心，就想一下我平常的消费，然后就想说，可是我没有在用悠游卡，有收过，但是会看一下他的 email 的网域，所以就不会点进去。批写较正真，点减负的零件，房业也甲财政部云端发票平台共款，按过边数字手机号码就已进行下一步，就跳到写信用卡页面。它其实也是怕你会输入错误，然后输入错误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就不想登录了。所以它事实上前面的这个假装验证的部分，让你感觉像起来像官方的这个网站。诈骗求新求变，这种钓鱼信件在过年期间，佫出现新的花招。诈骗集团罕见无放假，冒用银行名义骗民众，银行账户有无正常停接，要求点网址来验证。有18人受骗，交出信用卡号，被偷入差不多80万。前一阵子，金管会要求银行在对这个账户做的这个管控是非常的严谨哦。那当然也会造成很多民众，他可能这个账户久没有用的话，他就会被这个银行做一个封控。诈团它就是因应这样的一个趋势跟这样的一个字眼放在这个电邮上面。以前诈骗的信件内容参简体字较会被识破，即马干那信件文字较歹分真假，按过检视网址是毋是官方的 GOVTW。更较直接一点啊，用马上打电话纠正，拢避免落入陷阱内底。记者综合报道。
昨下晡伫屏东的高滨大桥甲万大桥这带呢，是一大片拢安尼营业，规个看起来是安尼蒙雾，空气品质互人感觉是真歹。有气象单位是讲呢，这南部对11月到过当当的4月这当中呢，天气可旱，雨水是有较少，所以溪埔呢土沙互风安尼口一个就飞起来，佮加上透南风有5级到6级，才会出现这种短暂性风飞沙的现象。车来去，一大片的营业，看起来规个蒙，感觉空气介歹。有网友找下晡3、4点经过屏东万大桥，看到桥边用到4架，就翕起来放伫城群网站。结果有其他的网友讲，连高滨大桥嘛有同款的情形。无啥啥，拢无啥啥。昨日这南风，道拢安雾安啦。是哦。迄溪底沙迄伊就风飞沙淹道。就迄落啊，就规个雾炸炸。礼拜高雄屏东地区风确实有较透，有民众要往屏东行，上高滨桥远就看到，想讲是前2日的火烧造成空气污染。不过过桥了后就无营业。恒春气象站表示，因为南部地区11月到反当年的4月天气可旱，无啥物雨水，河床的土沙和风扣起来就硬碰碰。旱季，那雨量也少，那导致那个高屏溪的水量变少之后。那河川就会慢慢的比较干固的，这个是短暂，因为冬天至春天的这个锋面都会快速移动，偏南风转向之后，扬尘的减少。气象站主任讲，因为礼拜南风有透到5至6级，加上高滨溪两边河边的土搭，才会造成这么大营业。不过是短时的尔，请民众免烦恼，若有需要经过大桥的时，会当挂水安，避免吸到土沙。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基隆的协和电厂呢是要来设第4天然气接收站，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指其这土肉有污染，甚至国防也有疑虑，所以无应该伫一个问题也未解决的这个状况之下，就来通过宽屏。原底因是有提出诉愿，结果今年1月呢，互行政院甲驳回。即马环保团体是无解满意，目前已经提出行政诉讼，要来争取撤销宽屏。基隆市协和电厂改建计划宽屏，去年2月伫争议中通过。环境部今年6月公告宽屏结果，函文同意开发单位台电动工，宽团不满提起诉愿，不过行政院伫今年1月驳回，撤销宽团的诉愿。宽团不满伫礼拜1搁再申诉到法院。协和电厂长期土壤严重污染的问题，不管是重金属还是总石油碳氢化合物。超标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想到，环评会在面对台电资料刻意的错漏、假造这些问题，完全视而不见。宽团质疑宽屏过程争议伤济，包括无解决土肉污染、国防纪律、破坏环境等等，由环境律师提出9大问题，也法院要提出行政诉讼。在本案里面，协和4阶环评其实最后通过的这个东移方案，它的原本的范畴界定范围所讨论的填海地点，跟最后的这个决定的东移方案的地点，它是完全没有重叠、不一样的地点。但是本件环评却认为不需要再重办范畴界定。填海造地的工程长达整整的8年，当基隆的自然海岸会完整的被破坏殆尽，直接是影响到了原住民以及海洋的关系。宽团一人开完记者会，今日去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希望法院会当撤销诉愿的决定，以及宽屏处分，幸好基隆居民清气的生态环境。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受到这美伊战争的影响，今仔日这台股大盘呢是跌超过800点，35000点是走无掉的，后来才个慢慢安尼扣上来。原来台积电今仔日早盘呢上价是来到1940块。专家表示讲，这台股大震动，跌价又搁扣上来，这显示投资者信心是比有价要搁较强的。对台股长线来讲，其实唔是歹代志。美战事相关，加上顶礼拜美国四大指数收乌，初二台股开盘就像市场预期，加权指数开盘捌重跌超过800点，失守35000点。宽达股台积电早盘也同款疲弱，上价捌1940块，跌55块，也毋过开盘也未1点钟，台积电加台股呈现真大震升，真紧缩小无好。开低走高，表现是比预期中来的强啊。那我想这个也不会太意外。那最主要是，其实台股来讲的话，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 AI 的一个族群啊。那预期来讲，还是会是今年最受惠、最趋势最明确的一个族群啊。
美战术毋难影响初二大股走势，其他类股也受波动，像航运族群，都因为荷姆兹海峡有可能封锁，也是中建需求，包括阳平望海甲中型，初二股价开盘上攻，也毋过盘中气势收煞，续航力犹爱观察，也毋过伫航空族群，因为战术影响部分班机停飞，像华航、中型航股价拢无。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封锁，所以货柜跟散装的运价有可能会上涨，所以船运类股的股价会相对比较有受到关注。但相对的油价上涨的话，对于这个航空族群可能就会比较有压抑。专家分析，这礼拜犹原爱关注美伊战术发展，虽然大股下档支持无弱，也毋过有期要上攻的机会也无大，可能出现回盘的走势。落伫34000点甲35000点这卡单的震动可能性悬。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这伊朗呢，受到美国甲以色列的攻击了后，向中东地区来发动无差别的报复行动。阿联、沙烏地阿拉伯，也有阿曼，甚至是约旦等等国家呢，拢有同步受到侵袭，甚至是有机场、饭店，也是讲主体区变作是攻击目标。耶路撒冷警报声直弹，有飞弹飞过来，不过以色列防御系统看来有成功拦截。根据救援单位的通报，了后有一粒飞弹伫耶路撒冷的街路爆炸，有人受伤。伊朗展开中式升落4号的行动，以无差别的方式报复附近的国家，向以色列本土甲几个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甲无人机。以色列北部、中部有几个所在空袭警报一直持续咧弹，暗时也会当伫咧天顶看到哪吒爆炸。以色列讲，伊朗的攻击大部分拢去航空系统拦截起来，不过几个所在也是传出爆炸的声音。伊朗讲，即个行动主要针对美国伫咧中东军事资产，甲支持以色列的力量。伫咧因最高领袖哈米尼死亡了后，有消息讲，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拉里加尼，也就是哈米尼的新爸，会暂时代理伊的工作。به طور طبیعی جنگ یک زد و خوردی است که همیشه برای مردم ایجاد نگرانی می‌کند. اما این نکته رو با توجه داشته باش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مروز از یک ظرفیت خیلی خوب از یک تجربه مهم برخوردارند. 阿拉伯国家有几个驻美军的基地，嘛去有飞弹锁定或者是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表示，伊朗飞弹针对阿布达比附近的迪哈胡拉空军基地。虽然航空系统有成功拦截，不过飞弹的碎片落伫市区，造成百姓死亡。当局谴责伊朗侵犯国家的主权。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伫中东上大的空军基地之一。这个所在受到伊朗飞弹的攻击，卡达的航空系统拦截几啊粒飞弹，伊嘛大声谴责伊朗侵犯因的主权。伫麦兰马附近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巴林确认因受到攻击，当地启动空袭警报，空中出现乌烟。也若可为着伊朗的飞弹瞄准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航空系统成功拦截。也若约旦军方的通报，至少有2粒飞弹伫飞过约旦领空的时阵轰拍落来，北部有发现飞弹的残骸。约旦讲，这飞弹会威胁国家的安全。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受到暗时有传出爆炸的声音，而且有航空拦截。因的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对几个国家的侵犯，支持这个国家采取回应的措施。叙利亚苏维达省爆炸有重大伤亡，有一栋大楼去互伊朗的飞弹拍到，爆炸的碎片洋洋飞，若像有飞弹射过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我来看即马这中东的局势是真紧张，也毋过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却宣布讲，摕这大包证嘛会当登记撤离。咱外交部是表示讲，目前这相关的住处呢是无接到撤离的消息，也若政府已经有同步来保护咱的侨胞。外交部也来宣布，会甲巴林、科威特等6个国家调整做甘麦式的旅游警示，提醒民众无必要千万唔通去。美国甲以色列联军对伊朗发动攻击，即马中东的局势紧张。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伫咧初一半暝发布中国公民的撤离通知，说讲到除了中国护照、大包证嘛会使做登记，呼吁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同胞赶紧撤离。这互咱外交部强调，台湾的领事保护权无应该成做政治操作的工具。政府已经同步展开国际护侨行动，请直接联系我国各驻外馆处。外交部也提醒国人，在中东目前复杂的局势中，寻求中国协助的风险。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各国或者其他的一些机构组织，都会发挥人道的精神，
也都不会做无谓的政治因素的顾虑或考量。那这一点，我认为国人还是在以国家保护的这个工作为优先。行政院长倒因台第一时间表示，已经要求当地所有外交管处提供上界好的服务。我国目前伫中东也个西亚地区，包括以色列、杜拜、科威特、巴林等等，有18个主要的驻外管处。学者讲，中国想要趁机会食台湾的豆腐，这已经唔是头一摆咯。啊，毋过北京甲伊朗哈姆内政权的关系是这尔好，咱台湾人若是甲家己结做是中国人，这恐惊会更加危险。第一个是他个人的人身安全，中国的撤侨基本上是撤回中国，他对于人身的监控跟这个管制等等，我是不是真的比较安全？第二个就是说，他非常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被放大拿来作为这种所谓的样板或者是这种宣传的工具，跟伊朗的关系密切，反而会不会在这撤侨过程当中被美国盯上？外交部册一开始嘛调整旅游警示。将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沙特阿拉伯、卡达等等的国家，自原本的第2级的黄灯调整做是第3级甘蔗色的灯号，好大家伫这段时间唔好去到遐观光，若无必要的代志嘛唔通过去。局势即马上界紧张的，包括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继续依持红色的警示，好各人赶紧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场鼓励做稻蔗甲开笔的活动，今年呢为着要让这乐土甲台语文化会当伫学校内定根，财团法人朱角树农文化艺术基金会是送这朱角树农电影的公报版，也有红仔册，予这嘉义市的20间国小。老师来行礼。学生囡仔洗手伫下头来点珠洗，最后佫摕笔来描红，除了按鼓励来做的开笔礼，嘛有幼囝来做稻蔗。嘉义县荒庙甲文创业者举办公益鼓励做稻蔗甲开笔礼的活动，唔但要互在地囡仔平安，嘛互家庭亲子来认捌传统文化。因为我小孩是古里抓周，所以看到他们抓周的方式，就是可以知道一些古里的抓周方式。除了鼓励仪式以外，财团法人朱角树农文化艺术基金会嘛准备朱角树农的电影甲红仔册，要来送予嘉义市的所有国小。看到朱角树农的红仔一出来，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欢喜。抓周的鼓励嘛，啊，佫有开笔的鼓励啦，所以把朱角树农来甲囡仔了解者，互因熟悉吼，然后新世代的囡仔嘛会使熟悉朱角树农。我觉得很棒，很怀旧，对小时候的记忆都起来了。各个国小，咱全部来上咱诸葛四郎的一个影片展啊，这是咱5、6年级生的一个咱儿童的一个回忆啦哈。嘉义县荒庙表示，朱角树农是真侪囡仔细汉时英雄，红仔册内底的话嘛是勇敢甲正义的主题。伫同齐进前，嘉义市20间国小拢有一套电影甲红仔册，希望互学校会当来推广武艺，认捌阿公阿嬷时代的艋舺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好在嘉义市为着要来推广宝语文化教育学会呢，是来办一个台语的约定赛，希望会当透过这趣味的活动，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本土的文化。定赛题目一出来，台下的观众大家做伙激头脑来约打的。嘉义市武艺文化教育协会台湾萧进前用全台语举办约定赛的活动，要透过传统节日的文化风俗，让台语的学习更加趣味。我感觉就趣味的。为什么？因为咱甲就侪人竞争，然后有做侪无同的题目，然后这都是无看过的题目。为着要推广武艺文化，嘉义市政府甲在地教育资源合作，伫嘉义市的文才店举办约定赛的活动。嘉义市武艺文化教育协会指出，家庭亲子透过活动，会当伫互动当中学习武艺，和武艺的学习会当传承甲保存。约明彩就是大家趣味头尾招来庙口来遮做成熟的，毋但是趣味，阁有智慧，甲咱的传统文化继续来甲传承下去。嘉义市政府表示，这是全台唯一用台语来约定赛的活动，用武艺做教材，毋但展现在地文化，对个人、家庭甚至是社会，拢有真深的影响。透过日常生活趣味的题目，和元宵的活动，加添本土语文甲文化艺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就是元宵节，来看这大阪世博会的 Tech World 这个台湾馆呢，是规个搬来到嘉义参加灯会。行政院长对英台是表示讲，这晶片就是咱台湾的名片，咱要用晶片，让全世界会当看到台湾。
真水的声光效果配合传统拍风雷的艺术，这场捌伫日本大阪世博的山海天光正式为 Tech World 馆起鼓。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身主持启动仪式，宣告这座代表台湾科技岛实力的展览馆正式对日本大阪世博搬到家己顶会。我们可以这么说，晶片是台湾的名片。我们用晶片向全世界介绍台湾，让全世界感受到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当中，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产业最关键的力量。今日馆内560个显示装置甲大型投影同时运作，生命馆呈现生命之树，是日本展出的2.5倍，气势升级。也那自然馆是以加大的4K 荧幕展现玉山的景致。经济部长景明钦表示，虽然这届甲展览馆搬倒来家己的行动挑战是真大，不过这嘛互台湾人唔免去到海外，就会当亲身感受到展览馆的魅力。天后馆回到台湾，回家了，回到嘉义了。这是大家行政院的交代，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今天踏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也做到了这一步。台湾灯会会伫3月初3到15伫家己举办 Tech World 馆，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3月15。就算锁定注文的已经全部拢满，也毋过现场也会看情形开放排队。这场由台湾带予世界的感动，即马转来到家乡，甲全台湾分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有一间企业呢，是来推出自动洗身躯的这个机械，倒入去15分钟就会当甲你洗到清气淡淡，而且洗身躯的时阵呢，佫会放音乐，佫兼互人看一寡大自然的风景，甚至佫替你烘好打，也毋过一台就要台票1200万。白色的浴缸，乌色半透明的一床挂，床体内底还有一个半倒式的椅仔。这台长度大约230公分，看起来像是加盟工厂的机器，是日本科学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未来人类的洗身躯机。早伫2005年台版关西世界博览会就捌展出过了。はい、閉めてください。行ってきます、未来に。はい、未来体験、いってらっしゃい。使用者倒入洗身躯机了后，头前会显示出影像，甲使用者讲准备要放水洗身躯才过程。等床体内底放水到一定程度了后，再就开始喷有这个真油气泡的水，开始来替人来洗身躯。体をきれいにする部分というのはこのファインバブルという技術で、泡を使って石鹸洗剤を一切使わずに。頭の先から足の先まできれいにする。入った方の背中で脈動を取ってセンシングをして自律神経の状態を判断して。这个洗身躯机使用水温大约是38度，利用3/1000毫米加1/1000毫米这两种无同寸小的微气泡，加人体顶面的皮肤的油甲垃圾，甲洗掉。规个过程使用者拢无需要刷叮当，也是用物件来入洗身躯。洗身躯的过程中，内底也会投影樱花也高山水这风景，并且根据感测的人体心率，播送予使用者更加放松的音乐。洗好了后，身体会使烘干。不过，这套全自动的洗身躯机是无烧，要6000万块入票，相当大票1200多万。要买有啥物族群呢？暂时上向爱这个高级奢华品的人，也是水疗用脑机固定。那感觉收费也是小可等一个专门为登记照护机构设计简化版的洗身躯機。今介護施設というのは非常に人手不足、特にヘルパーさんの労働力の負担が大きいのが入浴介助です。2人がかりで抱きかかえて、洗うと。简化版的洗身躯機有加今年3月上市，无花丽床挂甲投影设备，只有配备椅仔的浴缸，配备予使用者会使入去坐小门，有价要卖145万块入票，相当大票29万外。国际新闻，陈思彤编译。来看这个外表看起来真古锥的竹仔菇，竟然是有通好治疗食物的病虫害。在澳洲国会花园呢是探议员放假，放4种竹仔菇来对付害虫。来看因的生态对策。这个细只的菇仔真古锥，煞是掠头的菇手。澳洲坎培拉国会大楼探议员放假，放4种菇仔来对付害虫。They pretty much suck the insides out of it, so you'll come back and you'll see a whole lot of just white shells because they remove the insides of the aphids. 根据高层国会大楼花园，菇神有数十万只，按过一只菇仔每天就用食掉100只。They will immediately begin spreading out, hunting down aphids and breeding. 全球菇仔有6000种，其中差不多500种是原生伫澳洲。Very diverse family.
The smallest of them all are probably about 0.8 millimeters long, and the biggest that we have here are probably close to 4 centimeters. And they are not all feeding on aphids. 专家指出，伫澳洲专食菇蟳其实真少，干那15种，有的菇啊，还会翻倒转来无破坏。The really bad ones that we have very few in Australia, you can have them on your cucumbers and zucchini leaves, and they basically shred the leaves. 所以坑菇啊也是技术，爱会坑着所在，互菇啊伫上火位置发挥战力。专家强调，这种用汤地汤方式，会减少用农药，对生态有利。这菇啊也正做守护澳洲国会绝对超过党派甲政治立场的幕后功臣。公视新闻林奇主编写。下晡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透早到早起。方面接近，台湾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也是局部雷公雨，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南部山区还阁有偏乌，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